再来看台湾的地缘政治是真受到国际的关心。最近一场伫台北举办的香格里拉高峰会，就邀请真侪国家的战略学者、甲美中关系专家参加哦。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伊就表示讲，伊正同意前总统马英九的观点，讲若使台湾无积极要独立哦，两岸并无道理，无法度来维持现在的和平现状。制裁、遏制、打压，阻止不了中国发展。 只会增强中国自立自强、科技创新的决心和能力。传出美国对华为手机晶片展开调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吴玲批评美国将经贸科技问题政治化。在美中关系继续变场的时阵，香格里拉高峰会台北邀请真侪战略学者甲美中关系专家讨论台湾在地缘政治之下角色甲定位。I agree very much with President Ma Ying-jeou in his comments that. If we have no de jure independence for Taipei and no use of force by Beijing, there's no reason we can't preserve this status quo. 奈伊表示，美国有比中国更加强大的软实力，加强美国的威胁能力，是对想要甲中国保持友好，暗过无想要互中国机会国家的欢迎。 展望未来10年，为了未看到中国行入西方式民主，美国学者密特是认为，台湾即卖国际情势，成功无将两岸导向冲突。Taiwan has had one of the most anomalous, unusual political situations as an unrecognized international state for the last few decades. 密特观察北京政府对抗性的外交政策，好亲像有等号的现象，加上中国出现经济问题，所以两岸之间的和平对话受可能。记者综合报道。